最豪配角喇叭線叫價25萬。咦？呢條繩攞嚟做咩㗎？咁粗嘅，攞嚟扯大纜。講緊嘅係呢條 Tower Labs 最頂級 Omega 高喇叭線，係用航天用聚乙烯去絕緣。佢嘅中性特質可以對音質影響減至最低，標榜寧靜背景聲同零失真，能表現正確嘅和弦結構，配合頂級音響器材，包你置身響現場一樣啊！其實線材咧就唔係越貴越好嘅，最緊要咧就因應翻你組合本身嗰個聲音特性咧去選購就可以噶啦。咁至於價錢方面咧，就你大概預成套組合嘅20%就得噶啦。信號線就抵玩啊！有最高級嘅技術精華，仲要係25週年限量版，全球得100套，性價比同實用性都極高嘅。其實線材咧喺一套音響體系裏邊咧係一個配角嚟嘅，佢嘅責任咧最主要就係將聲音嘅信號咧準確100%咁樣傳送翻去器材嗰度。播呢條貴價信號線嘅時候，記得要駁埋呢個大地盒啊！佢可以將空氣中嘅電磁波引埋入去，令音色更加寧靜。同駁信號線唔同㗎，駁喇叭線除咗要分左右之外，仲要分正負㗎喎。終於駁好晒啲線啦，舒服晒。聽翻首靚歌先。